就先从名词的范例开始。8月班，一般人會識空格，韓國看一講。好，这个空格我們可以填什麼呢？我們來看看選項有什麼。T 中誒 ，T 2 U 誒 ，T 3斜眼，就係人講嘅眼斑誒。那像这样的題目呢，我們在解題的時候，第一個你要了解題目裡面的8月班是什麼時候。我們客家人講8月班就是中秋節，8月15，所以是一半8月班。那如果你知道了關鍵字中秋節，那你就知道中秋節我們可能吃月餅，可能吃柚子。好，你就可以選出答案。第二個柚子。好，那粽子我們會是在端午節的時候吃。那第三個答案蟹眼，你可能也要知道蟹眼是什麼。蟹眼其實就是我們講的湯圓。蟹眼，客家人就會喺冬節嘅時節來食。再來，我們來練習一下動詞的範例。我背落雨，出門要記得空格早誒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選項有什麼。T 這個字念成奧 ，T 2這個字念成倉 ，T 3這個字是卡。這個題目的關鍵詞是我背落雨，那我們就要記得。通常如果我們翻成華語的話，你會想說要帶傘誒，帶雨傘。那我們現在的選項裡面沒有帶這個字，那我們就去考慮。那我們把3個選項都放到句子裡面來試試看。好，出門要記得拗傘。拗這個字的意思呢是折斷啊，不可能下雨我們要把雨傘折斷，所以第一個不能選。那再來倉，那倉這個字呢比較特別，因為客語跟華語都有這個字，不過意思是完全不同。好，在華語裡面我們可能會用撐雨傘，所以那個撐就是拿的意思。不過客語漢字裡面的倉這個字是倉船，就是撐船，拿一根很長的竹子來撐高撐船，讓船可以前進。所以倉這個字是非常不一樣的。那第3這個字念成卡，卡這個字就相當於我們華語的拿。所以這一題我背落雨，出門要記得，我們出門要記得拿雨傘或是帶雨傘，那我們就選拿這個字是比較合理的，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是3卡。接着是形容詞的範例。也比挑呢懂空格拍黑加太多水。我們先理解題目在問什麼。他說這杯豆漿非常的怎麼樣。再來他用了一個連接詞怕黑。怕黑我們的華語就是恐怕是。恐怕是怎麼樣呢？加太多水嘞，加了太多的水，所以這杯豆漿就會變得怎麼樣？你喝起來會怎麼樣呢？我們的選項裡面，第一是 U， 第二是 C， 第三是糖。第一個 U 是很細緻的意思，第二個 C 呢就是很小。我們因為是在講飲料豆漿，又加了太多水，所以應該就是會很淡。淡就是我們客語的糖，所以這裡我們就要選第3個答案，糖比較合理。